好，这粒洋流风台呢，昨下晡是对台南七股来出海，沿海有出现14级的强阵风，有真侪住户呢所砍的这布棚落风扇歹去。当地灾民是怨叹讲，这市政府咧叫的工程到今拢无消无息。另外，伫台南溪北地区，昨暗时有29000外户失电，目前已经恢复到城。 今日台南七股受灾好徛街，本只打看破的布棚，规个拢总渗落地。客厅房间一只欠天，雨水灌入来，电器害了了。13样6风台对七股出海，地区沿海出现14级强阵风，侪户的布棚拢总歹去。在地侪灾民反映，甲市府登记大地厝已经等1礼拜外，工程拢无消无息，因望政府卡步通较紧嘞。 来就10几工啊，娘较紧吼，含报价都无，阮规个物件拢去等你去等你，到底是安那嘛毋知，是有要买好还是无要买好？你嘛是看无就对啦。看无啦，毋知去看，毋知做啥好，真正看无。政府嘛毋知影要等政府等啥，嘛等古话话啊，嘛毋知咧等啥。 因为第一，厝顶若无砍开，厝内你就无在条整理啊。水利局回应，因分8科室去领用7股18日，逐工拢有去做风时评估，参时间顶工课，有积极协助灾民，配合恢复家园。那另外一边，昨暝溪北地区停电将近29000外户，那半暝有工人咧赶工，透早台电嘛加派工班去各地抢修。目前台南有9成电拢来啊。是总共有260户，那经过这个水利局这个努力的媒合之下，已经有208户同意。那其中呢，已经有18户已经有签约，那2户已经完工了。这是昨天台风把高压线用断，我们是来复原。 大约我们的人次是20个，包括学员。我们已经复原完以后，准备送电。风台过后，这阵好天出大日头，灾民赶紧咧摒扫厝内，嘛紧甲布棚砍倒来。平常时无风无雨，通也叫一定保护。灾民若希望通赶紧恢复正常生活，嘛建议市府会当做审查小组来看实际状况，增加补助金额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